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又到了我们星期天亲子礼拜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快，再过2个礼拜，大家就要开学了。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相信天父爸爸与你同在的心，会带着你平安跟喜乐。在亲子礼拜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那我们虽然在这疫情当中，我们的害怕都变成你的平安，也让我们有好的抵抗力、免疫力，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一段疫情的日子。在现在，我们带着敬拜的心，要来赞美你，要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与聪明。恳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专心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来垂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小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读经时间。紧接着，在这一期，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罗马书第8章，咱先来读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毋是望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望望伊。25节。独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27节，检察人的心会。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我们看第28节，搁咱知万行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定的旨意来受调的。来，咱个做伙来读一摆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望。若是已经看见的望望，毋是望望。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望望伊。25节，独独咱若望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27节，检察人的心会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第28节，搁咱知万行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定的旨意。来受调的。我们这一周的诗歌时间，先来复习上一周我们一起唱的这首圣诗台语的《我来亲近耶稣》，我们一起来唱3节歌词。我来亲
再来，我们来学一首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生命在于你》。那这个你呢，就是在指上帝，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是从上帝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的盼望，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各位小朋友早，我们这礼拜信息的主题是持守所宣认的信仰。我们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16节。第14节，那么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已经进到上帝的面前。第15节，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的，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第16节，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初代教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吗？而犹太信徒和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相信独一真神上帝，也相信旧约圣经和摩西法律。那么你们知道犹太信仰和基督教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最大的差别就是耶稣基督。犹太人并不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更不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因此，有罪的人若想要得到赦罪，就必须透过献祭和遵守法律，才能消除上帝的愤怒，就像旧约圣经中的教导一样。在旧约的时代，人们透过献祭来亲近上帝，
百姓们将健康没有残缺的牛或羊带到祭坛前面宰杀，交由祭司焚烧给上帝，献给上帝。透过祭物的血和死，完成赎罪的功效。在每年的7月10日的赎罪日，职位最高的大祭司会进入圣殿的至圣所，献上赎罪祭，为自己和百姓们赎罪。同学们，你们知道至圣所是什么地方吗？就是在圣殿里面最内层，用厚重布幔隔出的一个区域，而布幔的后面就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每年的赎罪日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的罪献祭。但是旧约的献祭是有限的，无法完成上帝的救赎的工作。上帝就差遣了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了承担全人类的罪。耶稣没有犯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哦。耶稣基督亲自成为祭坛上的祭物，以自己的血将全人类的罪都洗净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死，以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使我们得以成为洁净，不再因罪与上帝隔绝。在旧约当中，只有大祭司1年1次能进到至圣所来献祭，即便献祭了，也不能消除人的罪。献祭只能提醒人得罪了上帝是有罪的，甚至那些教导带领百姓献祭的祭司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然而到了新约的时代，希伯来书用大祭司来称呼耶稣，因为耶稣自己代替我们献祭。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过程就像献上赎罪祭，将世人的罪洗干净了。但耶稣这位大祭司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救赎，上帝便赦免了世人的罪。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圣殿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圣殿至圣所的布幔竟然从上到下裂开了，代表耶稣基督的死将原本隔开人与上帝的厚重布幔断开，使我们和上帝重新恢复关系，再也没有隔阂了。亲爱的同学，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不再与上帝隔绝，那么我们要如何回应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呢？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把真理的生活行出来。读经能使我们明白真理，也是学习基督的好方法。但说除了读经、祷告、行出真理，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生活，并且稳定参与教会团契生活，热心参与各项服事，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能够更稳固，对真理更清楚明白，如此就不容易被错误的学说或异端引诱咯。盼望我们都能够坚定、勇敢，持守信仰，努力向着标杆往前跑，得着属天的美好奖赏。我们一起来看本周的金句。我们先用台语来念本周的金句哦。老师先念一次，咱着坚守所传人的信用。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请大家跟老师一起念一次哦。咱着坚守所传人的信用。希伯来书第4章14节，一起用国语来读一次本周的经文。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请大家跟老师一起念一次。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希伯来书第4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让我们在这礼拜的信息当中来了解主啊，我们唯有靠着耶稣才能没有隔阂来亲近你，我们靠耶稣才有办法将我们的罪透过耶稣来赦免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就圣经每天读经祷告，然后过主你所要我们认真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去把这份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不再被这些谣言所迷惑，能够让我们能够坚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伫天里面，万你的名声，你的国境教，你的旨意你听，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我，写俾我的辜负，亲像我也写俾辜负我的人。无你带我的日子，就拄啊靠天下。如果原来因果拢是你所有，代无尽的阿嬷。我们这一周的游戏呢，叫做音乐的反应游戏。我们刚刚唱了2首歌哈，等一下呢，我先示范一下，比如说我们会唱一首歌，我来请滚牙收。那音乐在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随时注意音乐什么时候会忽然被卡掉，中间会停下来，那个就是一个暗号。那听到这个暗号的时候，我们的手要去抓我们面前的，像这边有一个立可带，那小朋友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比如说橡皮擦，就只要是抓起来不会受伤的东西都可以哈。那如果你想不到的话，就用橡皮擦，橡皮擦放在一个距离，你前面的距离，然后音乐忽然停下来的时候，赶快去抓。这个游戏呢，至少要2个人才可以玩哦。所以呢，这个游戏就是在比这2个人哪一个人抓的速度比较快。好，所以比如我来请滚哒哒哒哒，音乐停下来了，就要赶快去抓。那你再放下来，抓到之后呢，就再放回去原处，然后再继续等，音乐还会再重新响起来，然后再一直重复这样子，等到那一段音乐整个播完了，然后看看是你还是另外一个人抓到的那个次数比较多。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游戏。
下礼拜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升级礼拜，9月开始，陆陆续续有小朋友和大朋友要开学了，也有小朋友、大朋友要进入下一个学习的阶段，不管是幼稚园的、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有可能是升了一个年级，有可能是升了一个阶段。那在下礼拜的升级礼拜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祝福这件事情，欢迎大家下礼拜一起来参加，领受这个祝福。我们的线上亲子礼拜会持续到8月底，9月再视疫情的状况来规划实体聚会的方式，请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每周的线上亲子礼拜。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16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16节。9点半，我们将在线上举行幼稚园以及低、中、高年级的分组时间，欢迎小朋友踊跃参与。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甚至将自己的爱子献上，为了救赎我们全人类的罪。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不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或是我们不认识的、不同肤色的、不一样国家的，我们都因着主啊，你对我们恩典的爱，来得到拯救。我们不用担心自己因为犯了错，犯了不可以恢复的过错，不可磨灭的过去来担心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透过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悔改、认错，来得到重生的机会。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阿爸天父。主啊，我们也将这群孩子们在他们学校的生活来祷告，请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借着主啊，在今天礼拜当中老师所分享的信息，你的话语，让他们可以将好的影响、好的行为带到他们的学校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改变环境，也让这一届他们所经历到的一切都变成一件主啊你所应许美好的事。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在接下来我们在分组讨论的过程中，也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分组，来让我们的团契生活变得更加快乐，更加的真实，也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用心，在聚会当中领受每一次聚会所得到的智慧。我们将这样的时间全然交托，也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